来，继续嘛是要看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接见到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为着要来敲这个翕相的位，韩国瑜是甲手轻轻搭理的孙晓雅的肩胛头。这几秒的动作，互民进党的立委黄捷来指正讲行为无妥当。黄捷认为，国会龙头接见到重要的外宾，应该爱甲国际礼仪的功课做好势。也毋过，前外交官盖文启伊讲，打这个肩胛头的动作是展现着友好，表达着关系亲密，讲这是合理搁日常的国际礼仪。立法院长韩国瑜16号会见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晓雅，除了导引起展现伊人真趣味，内容握手小姐问，互动是真烧脑。在咧翕相时，韩国瑜嘛真大心，甲中委会留予律师不离过。为特别线翕相会，韩国瑜伸手轻轻扶孙晓雅的肩胛头，不过这几秒的动作，看在民进党立委黄捷眼内，感觉真无妥当。他可能就是第一次的这个国际的场合，他可能比较热情吧，那可也是无心之过啦，我想。但是就是觉得作为国会的龙头，尤其是接下来会有非常多重要的访宾，那也希望他可以更注重这个国际礼仪，把这些该做的功课要做好。陶冶学生是不是已经调好要进实验报告？见孙晓雅放大检视，韩国瑜态度点点，前外交官来斗相共讲会。当然，这个表示关系亲密啊，没有什么不行的，对啊。国际上还可以亲吻呢，还可以碰脸颊嘞，没有任何不违和之处啊。不过这边黄捷正做立法委员，搁一摆甲炮火对向立法院长韩国瑜，网友的意见无共款。面对这边立法院新春团拜，两人搁一摆walk in接触。熟悉的陌生人来说，我们都是这个国会的新同学。那我觉得有新同学的热情很好，但是也要做好准备。过去对韩国瑜质询的时，该准备该互黄捷贵庆红，如今两人聚会无共款，未来活动共款正做焦点。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